花莲县政府3月开始有进入爱心客停车，也毋过民众反映讲拢叫无车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目前参加这个计划客停车无够多，都议员批评讲，虽然这个政策真好，却无准备好势就上路，等到互民众真怨叹哦，实在是真可惜。为要服务新生障碍者甲65岁以上老大人，花莲县府为3月初一开始办理敬老爱心计程车服务，车钱70%由县府补助。真侪老大人拢食饿了，毋过实施得一个月，所互人批评根本是叫无车。因为65岁以上长者的这个人数5、6万人哦，那但是计程车相对之下就是数量不足哦，社会福利政策要上路，那其实周边配套措施一定要完整。不少县机关接到投诉，家己实测同款叫无车，要求县府说明问题到底伫倒位。县府解释目前还咧继续招募，目前加入的车拢是车队，有111台。全花莲县呢，车辆数大概1040台。那但是里面有涉及到那个车机的装设以及系统的设定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司机朋友们一直不是很了解啊。那我们也近期也一直积极拜访各车队。那希望能够透过车队来跟所有的司机朋友来说明清楚。去花莲市区计程车排班站，司机无愿意参加作业原因负，曾经有无共款系统太过复杂，抽成太过悬，要个计算日期太过久。还有什么收钱，还要什么时候才会入账？还有那个什么。装机很麻烦呐，你到60几岁了，再开也没几年了，那么麻烦干嘛？加入的条件跟审核的条件比较严苛，那我个人觉得啦，你只要是合法登记在案的，就应该要参加。各司机私下表示，真侪计程车驾驶年岁较大，未晓使用器材，所以也是维持传统载客。县府强调，第2摆招募个人车行97台，虽然无强制性，毋过月底结婚了后，希望司机能加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